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热天到啊，真侪动物园内底动物嘛足惊热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园，动物园的园，读做好园园第5条。读园这是读鼻音，园就是种花草、种菜色果子的所在，像咱讲花园、菜园。另外，种花草互大家当运动、休困、佚佗的所在，咱嘛讲园。像咱讲动物园、游乐园、戏园。落尾分块来讲，某一个空间咱嘛讲园，像讲幼稚园，咱讲幼稚园、校园。另外，古早较无水、较大的地，咱嘛讲园，像讲一般田比园搁较贵，嘛搁较有价值。文音可能大家较罕咧听，读做园、有园园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电影戏园，就是戏院。古早嘛有人讲是戏园戏台，像讲古早家人有一个足有名的远东戏台，今嘛咱讲是电影院。第二个词，大家读做园艺，这个意思就是园林的艺术，代表和菜园、果子园有关系的工作艺术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间电影戏园足特别，唔但会当看电影，也佫会使伫咧互我做真侪园艺，互大家拢会当运动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园，这是鼻音；另外文音读做园，提供互观众朋友来参考。